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全民運動日2026活動，向市民傳遞勤做運動、強健身心嘅信息。適逢第20屆亞洲運動會將喺9月舉行，全民運動日2026以亞運爭鋒、全民運動為主題，為即將參與亞運會嘅香港運動員打氣。李家超喺活動入邊觀賞武術表演、賽艇電子虛擬遊戲同埋軟式曲棍球示範。佢又參與手球同樂，同埋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設置嘅體育節攤位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每年8月舉辦全民運動日，今年更首次1連2日開放多項康樂設施俾市民免費使用。